艺人小鬼黄鸿升于去年9月16号猝逝，享年36岁。生前，他除了演艺人员的身份外，也是一位艺术创作者。小鬼的家人以及工作伙伴们为他整理生前的作品及画作，并将他出版成册。在他逝世1周年的今天，也举办同名艺术特展。Now News 今日新闻特别前往展览直击。凌晨12点就来拍了吧？号码还是然后是第二场14号。那你有没有最印象最深刻是他的哪一座？他自己创作那个666，我觉得就是蛮特别的，就感觉就是好像他自己是里面那个主角一样。